日本的京都是文化古都，伫个街头巷尾拢看会到传统的乌式茶房仔厝。也毋过，因为遮的茶房仔厝已经无符合现代的需求，所以渐渐失落去。即马就有一寡少年辈开始来动脑筋，要甲旧厝翻新做民宿，其实真受欢迎。今年顶半年，日本大解封，蔡志顺就飞到京都买一间历史超过100年的传统老厝。因为继承人无想要留厝内底物件，伊就收所有的物件经过整理，一件一件珍贵的老物件，重新搁被看到。好，那像这一个，它是木头做的东西，大家可能像我第一次看到，我也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的，但是当时在研究它是不是保险柜，因为看起来有这个东西。但比较有趣的是，我打开之后，我就觉得，它可能不是保险柜哦。所以那个时候我上网查，我就发现，它是1850年前后生产的冰箱，就是把冰块放在里面。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蔡志顺到京都准备学日文，发现真侪老厝趴远。伊甲亲人讨论了后，伊本来就真介意老厝，决定买老厝改去做民宿，委托在地装潢公司来装修。この梁が家を屋根を支えている梁って言われているものなんですけど、改装する前からもともとあった梁で、判断基準としてはきちっと腐ってないか、または傾いたりしてないかっていうのを確認して。蔡志顺也为朋友找找适合的老厝，佮协助管理。这一间已经整理过的厝，新箱内底拢是不同产业者的宣传单。那现在这种丁屋民宿的市场呢，在京都也是算很好的行业，所以买气旺盛，但是物件少。老厝市场感觉是真兴，不过根据资料，2010年到2016年短7年之间，京都老厝消失将近6000间。疫情解封以来，观光人潮重回京都，是不是应暂缓老厝消失的脚步？爱去观察。公司记者京都采访报道。